因此大家信仰出日新布洛样的巡查，这差不多滞留全国的台湾300年有啊。当时根据调查来讲，这个两边人的秀才各方面的，佮考中演、考模初，杨中央做咖喱戏，佮真欢喜，上学就做咖喱戏。不过种数学调佮无晓，但是佮真聪明、真精的做佮种这个方面就可能巡查，种修弄然后大家公认现实的讲法是两边人方面的。国内另外做边缘太深的，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人来管的，日本甲中国战争上大，日本人甲台湾人当作故日本天皇方面化，所以佮讲台湾人现在嘛是爱日本人的方面，所以很较做中国迁过来艺术文化，拢做无使做，布洛戏啦，西青啦、农青啦、歌仔戏拢唔得做，所以讲做布来禁卖，禁在今年。地方一条就新的因素一个甲日本的政府申请，伊讲开放啦，莫民间莫娱乐，莫娱乐，甲少年项目路电脑要快就做啦，所以日本政府整个开放。不过呢，莫使做一款的赛，一款的做应该种赛事改这种的，哎呀，3区呢，讲日本上，台湾唔爱做日本的武术跳。讲做布洛克拍讲日本书莫使讲俄罗斯啊。嗰咱日本人改啦做布景，较做的布洛迄个戏棚的种，现时讲做彩罗，种甲都雕刻的。不过日本人讲莫使种种彩绘，所以日本人改布景。过来后创的人物嘛改，较做锣鼓、弦尺嘛莫使种，种要改种 Q 拍。唱片，因为讲做唱片出来我从日本过，布洛戏甲台湾的历史息息相关，对来咯。那啲七七事变嘛，中日嘛战争1898事件，哇，讲做台湾版国民政府啦管啦，1800的事件街路啦暴动，上大无杀，政府就讲戒严令落来，莫使做布洛戏不甲把统统禁止经过才真呢，买到新的因素。如果甲国民政府甲申请，甲国民政府申请，国民政府将个开放，开放得用做布洛戏，但是莫使咧城外做，侬话当室内做室内做，咱就收门票，开始昆阳布洛戏要收钱啦，布洛戏做少种营养的，一做了凊彩就300届，一做拢1礼拜90元，剧凊唔拉。所以产生一种做剑夹戏、甲金刚戏，金刚戏就变做一款人一款的作品，台粒就印度嘛，日本人让看实力，让我清查，让我清楚，所以就变干台粒去了，咧金刚戏，你一定要天赋，要喷火，奇奇怪怪，了这国民政府甲南入室内做。演变出来的金刚布袋戏的作品，样子伊个要变更太新呢，是等民国唔是变呢。布袋戏行入去电视台做布袋戏了后，就演变出来一种赛事。目前这拢未停住修而想甲大家修改这道巡查，就显示普通市到台湾让要出布袋戏样的巡查，因为个就嘛，就个台嘛，当然就即系爱。大家好，我只是万重人，歹势高速公路彻查，司机地道，落力大家。